后来就惊阁有假喙罨，所以打来台湾制造的喙罨，拢会当这个双杠印。本来讲今仔日要开始卖，但是卖付期，所以临时来改期，改到9月24才要开始卖。后卖少的民众一透早就到药局去领喙罨，一看到无杠印，会担心。 惊过来受骗，问东问西，第一线药师嘛真有耐心，一一来解说。这个领喙罨的过程是真无顺序，嘛来加添到药师的困扰。那今天的口罩是没有钢印的哦。 就惊讲领是命，这喙罨的民众有顾虑，这药师爱搁一个一个解说。只希望能够 MIT 的是比较好啊，一个品质的保障嘛。爸爸来买，买回去妈妈拿来退的。好，妈妈说她不要任何没钢印的。一个民众的话，大概就要花5到10分钟来解释。924的这个讯息也应该在强力的在各个公共场所去放送。 本来期待双杠印的喙罨，只剩临时变更时停到9月24。第一线药师有够无用，不过上晦气的，阁唔拿这件尔。5月24号起，大概就是会全部的去征用国产的口罩，不管它有钢印没有钢印。 也就是讲，后届伫市面上卖喙罨，唔是伫9月23进前卖无了的，就是其他国家进口的。想要台湾做，都要先买起来看。小孩子也有买，他们用的多。对对对，买不到，担心。有人惊买无，一摆搬3箱，是讲敢一定要挂台湾做才有保障。 比如说中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制造的医用口罩，那原则上只要它是有合格医疗器材的医用口罩，它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就惊讲大家搁收钱买喙罨，药师提醒讲唔通有产地袂输，只要看输入的医疗器材字号，写对药商的名，安尼喙罨嘛会使安心啊买。